食你嘅，你識唔識練馬切？李家維呢？不同嘅喜慶場合都有舞獅表演，有時同場仲有個老拍檔。有一個講法，大頭佛係源於清末時佛山嘅民間藝術，糅合民間生活、宗教同文化表演。民眾日間辛勤工作之後，夜晚其中一個節目係睇表演，就係帶住呢個彌勒笑面佛嘅頭套咁嚟表演舞龍嘅。咁佢哋希望咧就係又能夠帶嚟歡樂啦、開心啦，咁亦都係希望得到神明嘅庇佑。表演以日常生活、耕作同祭祀等為題。佢話現時冇藍絲時候嘅大頭佛詼諧搞笑，配合威嚴嘅舞獅活動，為獅子引路。陳禮祥嘅爸爸戰前嚟到香港之後，將內地傳嚟香港嘅大頭佛設計改良。咁佢喺一間鋪頭度做嘅，呢間鋪頭叫金玉蘭，前面咧就係賣好蘭竹香啦，後邊咧就係紮獅頭啊、龍頭啊。如果大概1960年到咧，咁咧我爸爸就買咗個公仔頭翻嚟，開始做呢個嘅。佢用啲香粉將個鼻加大佢啦，就將個下巴整高佢啦，就將個耳仔咧就打側佢啦。咁於是咧就係做一個而家嘅香港式嘅大頭佛啦。佢補充，耳仔打側嘅形態係笑得更開心，而頭髮嘅顏色十分之夾。當時咧就攞利是西方國啊！家中方咧好多時有啲禁運，呢個亦都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海外都係我爸爸嘅時代嘅，而家都有人咁樣買喎。製作時先用報紙蘸啲水黐上去，再用麵粉製嘅漿糊戇居喺報紙同重複貼上。第二步，等佢乾之後，喺後方割開攞出嚟，將裏面嘅紙清除，然後再黐翻埋，放入竹嘅支架，用紙黐住，乾咗就好堅固。入面有咬口鐘，方便唔使用手扶住。下一步開眼、口同鼻之後，由上批長灰，滲一啲水，掃一掃就平滑。之後再用郭雲清未下載，梗係告東你。嘴唇、牙、頭髮上色，大頭佛就可以派上用場啦。一個全人手製作嘅大頭佛，要視乎溫度同濕度，成個工序最少都要4日，而一個迷你版嘅最少都要3日。時至今日，表演注重節奏同視覺效果，大頭佛逐漸被邊緣化。而家咧其實好多日嘅舞獅節目裏邊咧都變咗大頭佛啦，因為嗰陣時咧嗰啲技術技巧就行呢度變出嚟，咁就唔使地裝啊。陳禮祥透過熱於收藏嘅迷你大頭佛同3D 打印技術，希望令傳統同藝術創新共融。